31日星期六有色之時，熊貓 Derek 生日快樂。5月31號發生嘅事係又到啊！一年一度香港家居博覽2025，作為呢個全港規模最大嘅公眾入場一集式家居盛宴，但係呢個又係會展搞。有今屆呢個家居博覽呢，旨在推動香港同埋周邊地區嘅建築業啦、家庭用品啦、設計業啦、科技創新啦，1000個單位。然後有好多優質品牌家品、家電、床上用品，此外又有室內設計、裝修公司，總之關屋企事嘅乜都有。唔知你今年有冇想裝修間房嘅諗法呢？或者想重新安排下啲擺位嘅諗法呢？你今年對於呢個間房嘅佈置都係冇啲咩諗法？都係照舊。而家對熊貓 Derek 嘅印象係 ，Oh my god！ 你竟然生日先嚟轉俾幫你畫嘅咁冇人設嘅印圖畫嘅版本做 icon。點啊？你要喺生日表達對比嘅愛意係咪？哇！不過呢，你想講俾而家對你嘅印象係好難形容，你啲得嚟又好似好專一，真係你好似即係俾知你嘅主推唔係得一個，但係又好似真係對每個主推都好愛咁樣。即係一般人呢，通常就算講話幾個都推呢，但係可能都會話會有分個先後，分個優先級，或者係多少都有啲分別。但係呢，唔知點解每次見到你呢，即係雖然推係推，即係主推係幾個 V， 但係就有種感覺，總之你係每個都好中意咁樣。當然，如果即係你心底有邊個係多啲，咁呢個比唔止，即係就咁俾睇嘅角度，覺得好勻循呢個形容詞得唔得？另外就係、其實喺1年前嘅時候，你冇諗過你會中意比咁耐，所以都叫有少少出乎咗比嘅意料，不過比覺得係好事嚟，因為你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人，同埋即係例如有過1對1通話呢啲，比覺得同你傾偈都係開心，覺得你係易相處易傾偈嘅好人。係為咗避免有啲不必要嘅誤會，所以俾要喺呢度派翻張好人卡先。係啦，總之你係個好人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